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统计到10月进前在台湾做工课外国移工已经超过是716000多人其中咱讲的这个产业移工有455000多人社福移工是26万人已经真做是台湾上重要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来源。不过咧，移工工伤这个问题嘛，时常来发生。咱就看讲过去伫咧这个月初台北港外籍移工伫咧这个初一的时阵，伫咧进行中游作业的时阵，个案算无好，这海底深度3个人来过往。今年10月初咧嘛，因为这个南方这个桥断过6名外籍移工来死亡。佫看到今年8月28号咧，菲律宾的这个移工互化骨水钻着送病院了后，嘛因为伤重来死亡。咱佫看到是这个去年2018年5月时阵，复生11号嘛是因为这个爆射着外籍移工香港根本就是地狱船咱看到外籍移工因为工伤死亡，也则是受到爆射。今日咱拢会好好来讨论。首先，咱要来请大家来看讲这回这个台北港伫咧这个月初造成3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个严重的公安意外，做来看。礼拜一早起，警方登去到台北港南部华码头意外现场进行勘查。画面上红烧浮桥位置都是工人落海位置，原本的沉箱应该浮出海面，即摆依然沉伫海底。因拢徛伫沉箱顶悬啊，看到水，因为就一个就沉箱就沉落。台北港正咧进行中油关灯接收站沉箱工程，想要到熊沉落去，造成7名工人坠入水海，3名泰国工人死亡，4名工人也咧住院观察。中油表示，事发地点是沉箱工程作业，委托予承包商环亚工程甲红昌营造。发生这样一个事故的话呢，那么会由泛亚跟黄昌呢来做实际上积极性的处理。那我们公司呢？也会共同协助。死亡3名泰国工人由环亚工程所请，事发了已经通报新北劳检处，再去劳检处约谈业主。另外，详细事故原因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看咱台湾为咱奋斗这个外籍移工啦因伫这劳动环境到底是好也唔好啦咱讲节目顶先邀请到3位来宾，做伙来甲咱对话。第一位是咱邀请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素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家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邀请到灿烂时光东南亚这个主题活动企划陈义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首先咱要来关心到，因为这礼拜啦就是当这个月初尔，台北港有3个人死亡，因就是外籍的这个移工啦咱头段嘛有讲到有4站这个代志，咱所经历的，那有这个台北港的这个3死，南方有断过这个桥断过嘛有6个这个外籍移工来死亡。这个今年8月28号的时阵嘛，这个菲律宾的移工受这个化骨水抓到受伤，来死亡啦其实咱看到这个状况这个移工啦这个做工课，这个环境嘛无好啦，因受的这个待遇嘛无好啦首先，咱来看讲真侪人这个死亡，咱要来看因这个劳动权益咧。一般来讲，咱即马台湾引进的这个外籍劳工，若是伫产业单位的一般拢是较粗重的，无就较艰苦的、危险的一寡工厂嘛。所以这种工厂一般来讲，资本拢无遐济，所以一个伫即个安全设施啊，还是讲对迄个劳工卫生教育的部分，一般来讲拢做得较无好势。所以即个外籍劳工伫即种单位做工课的时阵，因发生职业灾害的机会，就比一般咱的劳工较济。较悬所以阮定定处理到足侪劳工断脚断手的啊，互机器挨着的，还是讲无小心跋落迄落窟仔底安怎的，所以这代志其实是真济。但是这真济的职业灾害问题发生的时阵，一般来讲，除非是足大件的代志，譬如讲像咱拄仔讲的迄个南方河这桥断起的代志，还是讲台北港因为这种算较大件，而且是涉及公安嘛公共安全的部分。这个外籍劳工的伫环境，因工作环境较危险的这问题，才会因为公共的安全问题暴露了后，因才互迅速现起来。其实足侪劳工发生职业灾害，还是讲因为职业灾害死亡，
社会其实拢无拢看无啦吼，因为这个可能无牵涉到这个公共这个建设伫咧啦吼，但是咱所看的是浮上台面的是遮啦吼，啊无看到的也佫真济啦吼。头拄啊，这个所乡这个理事长有讲到啦吼，亲像讲这个安全设施无够啦吼，还是讲这个卫生教育。等等无足的这个所在，拢可能是引起着这个公安意外的这个发生啦吼。尤其咱讲这个产业渔港因做的这个工课是佫较粗重的，嘛佫有较危险的等等啦吼。咱就来看讲这个哪领这个渔港吼，咱有做一个分类甲适用这个法律啦吼。因到底伫台湾有保障还是无？咱先来看吼，咱做着社福渔港甲产业渔港这两地啦。咱看到这个部分吼，国际公约有咧规范啦吼，讲所有的这个渔民的这个劳工啦。伊的这个做工课，这个报酬也个劳动条件吼，爱适用这个国民待遇吼，这个原则毋是干那这个上低这个标准尔吼，同时阵爱享受到因这个移入国组织这个工会这个权利啦吼，但是组织这个工会这个权利哦，其实伫台湾可能这个外籍移工的这个权利可能干那两个工会尔吼，啊，咱看到这个就业服务法吼第46条有讲社会移工甲产业的移工到底因是适合这个劳基法啊无啦吼，咱看到侪伫咱这个厝内哦，这个家庭看护的，嘛有这个帮佣的吼，佮有机构看护的。这个其实家庭的这个部分，拢无适合用到这个劳基法的这个部分，敢若机构看护有遮这个劳基法适用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头拄讲到粗重的危险的这个工课，拢是这个瓦当咱的产业移工啦吼。但是因做的都是硬件啦吼，制造也是讲瓦海。这个远洋这个企业啦吼，其实因做的这个工课，搁较这个粗重危险，但是因所用的劳基法有去甲采用，但是无采用的这个部分也搁真济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教授啦，其实咱讲这个移工即阵已经是71万外人啊吼。其实咱台湾的这劳动力的这个来源，其实拢瓦当这个外籍移工吼，但是因的权利，头拄所向这个理事长嘛讲着，真正是较无足的所在，咱要来去改善。比如讲是针对产业移工的这个部分，咱先来讲一下好了。是，基本上产业移工吼，嘛甲咱台湾本地劳工共款。是。你若有伫个劳动基准法适用的行业内底，伊基本上都有用劳动基准法。就讲台湾即马以本国劳工来讲，大概剩无30万人无适用劳基法。基本上有适用劳基法的行业，咱的外籍移工大概拢伫咧即个部门啦吼。就讲就法律来讲，外籍的移工基本上拢有劳基法的适用。所以咱来问讲啊，为什么无效？就爱问一点。咱都话理事长有讲过，因为台湾吼，甲经济发展、技术的进步，有一个较无地独定的，就是咱讲的安全卫生的问题。吼，咱有劳工安全卫生法，前几年改名或者职业安全卫生法，基本上只要你以你的劳动力去趁钱的人，拢会受这个法律的保障。但是咱台湾的雇主，当然咱台湾有真悬的比例是中小企业，是，因为要做职业安全卫生爱开钱。有啊，所以你若头家无人去投资，企业规模若真细，吼，基本上莫讲外籍移工，咱本劳其实保障嘛无够。但你像讲的，咱台湾若甲经就讲，你若讲以 OECD 吼，还是以世界较进步的这种工业国家的比例来讲，台湾甲伊的经济发展无法度成这个正比的，就是咱的职业灾害发生的比例。啊，因为咱的真危险的，是特别辛苦的，特别讲咱所知影的3K 的这个产业，大部分都是外籍移工去做。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你会当发现讲，为什么法律有保障？吼。那该有的法律，不管是劳动基础法，还是这个安全卫生法，一寡技术性的法规，咱拢有。但是为什么受害常常发生？而且外籍的移工，偏偏是咱看到上多的受害者、受害的族群。吼，所以我感觉可能咱无一定，就是讲，唔是单个看法律尔，咱看为什么台湾的企业、台湾的产业界。特别是这种外籍移工特别多的产业界，为什么做不到？有影。我想这咱确实要检讨啊。就是咱个高性的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中小企业遮尔啊济，啊，这头家到底有想要用到这个劳基法，有要甲下用无，要甲用落去无啦吼？这是看咱台湾人，这个咱讲头家有较有良心的无啦吼？这个结构性问题无去改，这个法律有伫遐嘛无法度用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这个
这个咱的客话移军啦吼，你做的这个部分，其实咱讲是灿烂时光啦吼，当然咱主题活动客话，其实恁有一个册店，但是无卖册，伊专门吼这个移工朋友做啥物先甲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就是阮的册店内底有真侪东南亚的册，文字的册，啊，这个册拢是阮头家写着一个文章，叫做带一本你无看你唔熟悉字的册转来台湾，所以阮的册店内底有千外本，就是拢是东南亚的册，啊，就是因为拢是别人买的，所以阮就无咧卖。但是来到阮的册店的移民工是介少，所以阮逐个礼拜日拢到台北车站的，就是台北车站的大厅阿莫蛋糕边啊，就拖两个迄个行李的箱啊，互逐个人会当，互迄个义工会当来遐。来遐看册啊。对，会当免费看，无期限。因为为啥物无期限，就是因为伊拢无啥有休困。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咱有一个移工朋友是社福移工这朋友啦吼。其实咱讲因遮做这个家庭看护的，也是讲帮佣的吼。其实有的这个请的这个头家啦吼，拢无互因放假。有当时啊，这个一个月即阵爱规定偌久的时间，爱互因这个24点钟吼。但是有的这个头家啦吼，真正无互因放出来，所以你嘛拄着这款的这个情况。啊，你去拄过吼，咱讲咱去台北车头摕两个这个行李箱，内底放着册，啊，甲因计较的这个过程，有啥物较心酸的这个故事无？心酸就是常我熟悉义工朋友，但是我要甲伊约会，我拢爱先2个月进前爱先甲伊约，伊可能3个月较休一工，所以我就爱先甲伊预约伊的休假的时间。啊，这个是算较好的哦，有当时啊，伊可能2年拢无法度休困2冬拢无法度休困。对，就是因为可能是因兜村伊甲迄个阿公阿嬷，所以伊也无休困。伊也休困，阿公妈就无人甲照顾。嘿，但是伫台北车站嘛会看到真侪是义工啊。推迄个轮椅，甲迄阿公阿嬷撒出来耍安尼。其实你头讲到嘛是一个重点啦，就是讲因无法度休困，啊，因替人照顾这个厝内是大人，但是法律规定遐都爱互伊偌久的时间出来，但是伊面对的这个环境都无法度，因为这个处理佫无其他的人甲伊替手啦吼，所以这嘛是一个这个状况伫个。啊，恁佫有办一个文学奖，这个文学奖其实收到真侪这个义工吼背悲歌啦吼。这悲歌可能是无限伫咱台湾这个状况，但是其中有一篇是写着讲去互人绑架，还是去互这个头家拍的这个过程，敢有这个状况咧？前几年就是收到因的写的文章，足侪是女性写着，互迄种也是咧看护工，啊可能互迄雇主性侵啊，还是性骚扰的，拢会发生，啊无就是绑架的代志，所以受无法度已经无法度面对，所以就家抬，用迄种文章的方式去讲因的状况安尼。是啦，就是讲有受到真济，就对这个母国来，但是伫台湾，也是讲其他这个国家有拄到这个头家吼啊。绑架这个问题，互伊想要逃走啦吼。其实这嘛是咱等下要讨论这个重点，就是讲咱的这个劳动权益，这个法已经伫遐，但是有当时啊，这个咱人民的这个心吼，有当时啊是请着咱社福义工伫家庭做看护的，做家庭做帮佣的，因就怎啊走去。啊，这嘛是一个这个社会这个问题啦吼。啊，尾啊，咱佫会讨论着一个案件，咱等下先好好来讲。咱先要来带大家看讲哦，其实伫咧南方澳断桥这个事件内底，有6个这个外籍移工嘛来死亡啦吼，啊受伤的伫遮，因为过去这个断桥的时阵，有的这个移工就伫这个船顶咧作业，也是讲船顶咧休困，啊其实迄当阵就是受伤死亡安尼。其实咱先来看讲，这站这个断桥这案到底是凸显了什么这个也未白的这个问题，咱先做回来看。影片当中的印尼籍渔工瓦迪诺，主本是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理事长，上倒边的查甫人是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元良。进前南方澳大桥断去，引发外界对渔工的关心。工会秘书长李丽华喺当阵受访问的时阵，点出渔工大和劳动环境真歹的情形，但是蔡元良认为指控不实。10月底已经对李丽华提告妨害名誉。这些中介公司对我的重伤都从来没有少过，过去我一直容忍。我都不会去跟他们计较，但是这一次呢，
已经太过分，已经动到劳工头上了。但是工会理事长华迪诺身为外籍移工，就要顾着生活，无希望卷入去纷争内面。迄当阵就透过影片表达辞调理事长的职务。但是伫电话指出，华迪诺并不是自愿离职，而且鸡蛋关都工处嘛牵涉其中，对华迪诺施压。我们理事长他也告诉我，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还有我家里面我太太刚怀孕，非常担心她失去工作怎么办？而且劳工单位的主管机关的首长都已经到了现场去给他施压，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会很担心。县政府打压工会的事情与事实不符合。都讲出好人指控，蔡馆长嘛讲，华迪诺甲雇主和中介的关系拢真好，无了解工会为怎样要批评所有欺凌和尊主。他认为是说，我的老板对我那么好，我对老板也没有什么批评啊，我为什么要抗议老板？鸡蛋关渔港这个工会是全台湾头一个外籍渔港组成的工会。新湾的律师指出，一旦理事长若离职，就可能引发寒蝉效应，其他外籍渔港的唔敢担任干部参与工会的行动。所以依照工会法第31、35条，劳动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裁决申请，唔望由劳动部来判定是非对错。记者综合报道。这外籍移工哦，组织着这个工会啦，本地是一种这个进步这个表现，但是咱看到这个南方有这个事件内底，这个事件内底，这里有可能这个工会这个代表啦吼，但是伊无法度继续去完成伊所要表达的诉求，因为顶面还有这个中人这个公司啦吼，面对着这吼，要安怎去突破咧？若是讲外籍劳工来台湾所发生的各种的问题吼，我感觉是真侪拢是。中介伫咧创空啦，真济，因为劳工来台湾了，伊的无论是语言啊，还是讲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因拢足无了解嘛，所以因真依赖中介。但是中介这个部分，迄中人吼，我感觉伊是因为伊做这个中人，伊是要趁钱，吼，伊是一个追求利润的行业。而且伊这追求利润这行业，伊迄个订单是台湾的头家互因的，所以虽然讲因收钱拢是甲外籍劳工收，但是伊这订单这生意是头家互伊的，所以伫这关系内底足奇怪，就是钱是劳工互因的，但是这订单是头家互伊的，所以无论啊，若发生劳工甲这个公司发生了冲突的时阵，若是讲有啥物利益冲突的时阵。中人一定是徛伫头家遐，伊若无徛遐，伊即张订单都无去啊，伊生意都无法度做，所以会发生足侪问题，就是讲，即卖劳工若是甲头家有一寡冲突，还是讲要争取伊家己利益的时阵，中介一定是甲头家徛做伙，做伙来压伊的。是。所以这个情形，你讲要哪突破，我是感觉。已经20-30年，台湾这中人制度吼，外籍劳工引进的中人制度已经20-30年。讲实在，我感觉咱政府根本无能力处理，嘛无法度处理。是。吼，我感觉迄人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嘿，因为真正是无法度去处理，所以后来阮伫咧推动这劳工改善因的劳动条件，还是讲维护因的权益的时阵，阮是感觉是。认为讲即个私人的即个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即个中介中人制度，应该爱甲废除掉。应该甲废除掉。啊，但是引进劳工即个后来要哪处理？阮是希望会当政府甲对政府吼，就是阮讲的 G2G 吼，政府对政府来引进，甲中人即个追求利润的即个剥削的即个。制度甲废除掉。咱讲伫咧1992年迄阵，这个就业服务法的时阵，就是开始有这个请中人吼，私人这个制度啦吼。啊，但是这制度爱改无吼，应该是爱改。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头拄这个苏雄理事长有讲过，这个 G2G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这个吼部分啊。咱先来看讲，今日是这个拜三嘛吼，咱讲12月7日礼拜4吼，这个中昼时阵要伫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党部进前吼来做集合啦吼。要游行经过民众党部，啊上尾啊要到倒位？要到劳动部啦吼。诉求是啥物？就是要废除咱的这个中人的这个私人这个制度啦吼。爱政府对政府，因
因讲 We want G to G 啦吼，头拄咱讲的政府对政府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吼。啊，劳动部对这个诉求有啥物新的这个反应啦吼？伊是讲政府对政府的这个请告啦吼，啊，牵涉到这个移工的这个母国因的规定甲意愿，亲像讲印尼伊现主时的这个法令就规定讲哦，头一摆来台湾的这个家庭类的这个劳工哦，需要透过着中人公司才会当来。啊，会继续来透过双边的这个会议协调来推动啦吼。不过，咱嘛看到，伫咧韩国也是越南已经有安尼案例。不过，咱看到这个因是安怎讲吼？因讲这个签双边贸易协定的时阵哦，已经讲到引进外籍劳工的这个规定甲配额啦吼。伊讲会当向越南政府专门的这个部门来直接吼，甲你的这个 resume。甲因送出去，啊，透过韩国政府咧，会当互这个韩国，互这个雇主啦，会当直接来请雇啦吼，毋免透过两国的这个中人。毋过咱头拄嘛讲到劳动部伊才回应，就是讲吼，移工母国的这个规定甲意愿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咱的教授啦吼，就是讲劳动部伊是看到这个情形啦，其实嘛是牵涉到。这个其他国的这个法律啊，这个部分咱要来去甲伊做一个双边这个贸易的这个签订咧。是，当然咯，参拄啊，咱理事长讲的啦吼，1992年咱采取一个其他国家真罕咧看的一种做法吼，变讲外国人还未入来台湾，我就要先请伊，签契约，才会使去申请签证，吼入境。所以咱的制度基本上就爱。真大的程度爱挖靠中人啦，吼。咱我伫咧真侪即个重要的点无把握了遐好，才会造成即几60年来遮尔啊侪问题。问题与咱甲其他国家基本上不止台湾修改规定，迄个国家可能嘛爱配合。吼，我会记得伫过去20-30年来，咱真定听到讲，伫咧譬如讲东南亚国家一寡国家的劳动部长，负责。因的即个劳工吼输出去其他国家的即个部门的主管，常常会出代志，定人去用暗杀，定人去用安怎，迄是牵涉到真大的利益。所以呢，就我了解，台湾过去1990年到今嘛30多年来吼，其实政府伫无共款的时间，因为咱民间团体的要求，有做一寡努力，但是拢无啥物成果，拢无啥物成果。就算有，譬如讲甲蒙古，甲倒位。啥物吼？若毋是较愿意甲咱配合的国家，基本上进来台湾劳工的人数无遐侪，吼，就是特别是譬如讲像印尼这种，伫咧即个家庭类的劳工人数特别侪，这种国家的政府，较伫咧一寡点顶悬，甲咱较无共识，吼，所以我伫过去的推动顶悬，这有一点仔困难。当然，台湾真侪民间团体一直无法度了解，咱是需求方，吼，基本上应该是一个需求的市场。应该是咱讲的较准算，至少咱政府这边应该较有影响来得到。好，所以有真侪团体一直认为咱的政府是毋是无够拍拼，是毋是嘴咧讲，但是实际上吼，这个做法毋是遐尔啊，这个有效遐尔啊积极。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就算你无法度一天一暝马上甲废除，但是咱一定要看到伊这个几60年来累积的问题，一定要提出一寡。有效的做法，吼，然后我个人非常的赞成，吼，一步一步应该要废除。总共若无法度一天一暝做会到，至少你要有一个时间表，吼，伫咧一个上短的时间，吼，咱讲一句较歹势，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真侪年来拢甲台湾吼列为即个人口贩运严重的国家，吼，人口贩运有一种类型，或者。严重的剥削，拢是即个外籍移工的问题。咱台湾人即个问题已经足久啊，咱到底有诚意无诚意要解决无？那要吼，中人制度是爱提出时间表。我感觉这第一步爱去想的。有影啦，吼，就是这个废除中人这个时间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部分爱先塞出来吼，咱就先来看吼，这个移工中人这个费用到底是偌尔剥削啦吼，咱有整理到一个图表啦吼，咱看到这个服务费啦吼，佮有其他这个规费，佮有买工费等等的吼，咱所做的整理就是讲哦，这个某国牛头啦，会向这个移工哦，承受着这个小改这个费用啊吼，差不多是这个3年哦，爱承受这个6万块左右吼，每个月是一
1800块咯，减到这个1500块啦吼。啊，这个服务费的这部分，就是用这个就业服务保险费等等的费用，以就业服务法的做一个这个母法啦吼。啊，其实中人会的时阵哦，有当时来到要来到台湾。这个移工哦，爱先开5至20万啦吼，啊，逐个月这个服务费，咱头有讲到这个10万块啦吼，啊，中人拢互中人赚去，啊，过去佫有啥咧？过去咱佫有整理一个物件，就是讲3冬爱出国一届，吼，这嘛是伫2016年10月21号，这个民进党这个新的这个国会3读通过这个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来甲废止啦吼。伊讲哦，这个每3冬有21天的这个返乡的这个假期啦吼。啊，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直接请雇这款的这个情形，敢有可能？就是讲劳动部伫咧2007年12月31号已经有成立着这个直接请雇这个联合服务中心哦，互民众会当卖透过中人直接来请雇这个外籍的这个移工啦吼。2018年开始咧，佮开办着线顶的这个申办作业，嘛一个单一的这个服务的窗口啦吼。客制化啦吼，互这个案件会当追踪甲提升服务啦吼，累积已经有15万对这个雇主甲外籍的移工。政府伫2007年的时阵有安尼这个服务中心，但是这个中人的制度也搁存在，安尼咱要来安怎甲看咧？因为即马迄个你拄仔讲迄个直接请雇迄个制度，其实我感觉成效是足歹的。啊，啥那足歹？因为引进即个外籍劳工，其实手续讲起来是真麻烦啦。是。啊，因为真麻烦，咱台湾一寡头家要请外籍劳工的时阵，伊其实拢会感觉啊，家己去找足麻烦的，吼。所以虽然讲咱政府有即个直接请雇的即个制度，吼，而且窗口会当去申请，但是会当要去使用的头家讲起来实在是比例足少的。而且咱有即个私人的中人制度，头家只要伊无啥需要付钱，因为头家其实付互迄个中人的钱足少的，因为钱主要拢是甲这个移工摕对啦啊，甚至你迄个工厂你若要引进较济外籍劳工的时阵，你佫会当摕到 commission 啊，因为伊迄个中人想要摕到你这订单，啊，佫会互你回扣啊，所以对头家来讲，要直接请雇的即个制度的诱因，吼。其实足低，所以成效一直拢无好。啊，你讲迄个中人即个问题，阮是感觉讲，因为你拄有讲到迄个3年，政府毋是无伫处理即个问题，但是我拄仔讲的，政府嘛知影中人制度问题足济，应该爱处理，爱减少因的剥削。啊，所以。伫2年前吧，吼，政府有一届有修法，讲甲迄个外籍劳工3年爱出国一天搁转来，迄个制度甲取消，迄个法条甲取消。本来即个法条取消是真好的代志，因为安怎讲，过去劳工若3年吼，伊客户满的时拢爱转去嘛，啊转去搁来一撮，就搁甲你抬一摆，吼，中人就搁甲你收一摆中介费，吼，你头前迄几万迄就搁来一届来，所以阮就讲搁绑一百倍嘛，所以迄个时阵阮就感觉讲，即个该取消即个问题是好的，吼，啊你即马伫咧台湾，你也无讲你一定爱转去，你就台湾伫台湾。续约就好啊，还是讲你若讲3年满，你要换头家，你会当伫咧台湾直接换头家。阮迄个时阵拢讲哇，安足好呀，阮足欢喜的，劳工嘛足欢喜的。但是你讲来是安怎？结果你迄个中人，因为你这3年出国这取消，你无法度搁抬一摆的时阵，伊即马变到台湾换一个方式甲你剥削，什么方式？叫买工费、买工费，买工费就讲，因为这个扩大，或者讲你这工作机会，拢是中人掌握的嘛。你劳工无法度家己讲我来找嘛，你一定要透过一个中人去甲你找。你就是你家己找着，你嘛是爱找迄间头家所委托的中人甲你办。所以你这时阵，你劳工要找头路，还是讲要续约的时阵，中人就讲。啊，你要付买工费啊？买工费。嘿，啊，买工费偌济？即摆行情已经花到8万块啊。8万块。嘿啊，啊，我感觉这，然后政府拢知影，政府拢知影，即摆买工费足盛行的吼。但是政府讲，啊，你若有证据吼，你摕来，我一定甲你办，因为这是违法的。但是无一个工提出证据，安怎讲？中介足巧的啊，我就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伊足巧的，就讲。闪嘛吼。伊闪，我连赖我都无爱留，我拢敲电话吼。啊，而且你也敲电话，今日劳工的录音，即摆佫甲你叫伊边仔讲，吼。
啊，袂互你任何的收据，拢无。所以就讲啊，你若讲啊，你莫甲收济，收遮济，你买公费是无合法的。啊，你也敢咧甲伊讲，啊，无你买啊，你头路都无啊。是。啊，足侪劳工来台湾，伊就是要趁钱啊，你无头路要安怎？所以到尾迄劳工拢屈从啦，无法度，因为就是付钱，是。买到一个工作。啊，像这问题，政府其实3年取消，3年等于一讲迄个制度取消了后，买工费就开始盛行。开始发起来咱台湾所有的每一个所在的地方的劳工局，甚至中央的劳动部，每一个官员拢知影。但是因就讲，啊，你无证据啊，无证据我无法度办啊。啊，你讲安尼要安怎？所以这嘛是凸显着另外一个问题啦。对，这就是讲今年谁啊，落迄个外籍劳工游行，一定讲要提出这个废除中人制度的真重要原因，就感觉咱改善无可能嘛。改善这个中人剥削外籍劳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已经无可能啊。我感觉都无法度处理，所以只好讲咱一定要有魄力吼。有魄力去改这个制度，真正做一个根本的改变。啊，拄仔咱教授有讲过，讲你无可能一工就取消，一工一暝一日就取消，袂要紧。咱若有魄力，有决心要来做。咱政府会当讲，咱以5年，还是以10年，我拢个感觉我嘛当来忍受10年好啦吼。咱以5年，以几年的时间，咱甲这个制度慢慢啊来取消。我感觉只有安尼，咱才有可能处理这个中人制度剥削劳工的这个问题。无我感觉是无救啊，无可能处理。是，咱先搁请怡君啦吼，怡君你有听过就是这个你去接这个台北车头这个劳工朋友吼，移工朋友，因有甲你讲受到这个中人剥削等等的这个较悲惨的这个故事无？我也是熟悉伊了，我就问伊讲，你来台湾的第1个月薪水是偌济？然后我大概听到我拢都想要昏倒，拢是无到2000块，无到2000块，伊拢剥削了，伊剥削了，而且迄2000块一定是搁可能爱摕1年，伊爱摕1年的2000块，所以讲到迄劳动条件，就是因为因就是都趁无啥物钱，所以因嘛是不跟劳基法是脱钩的，所以因就侪就是搁继续加班。加班了，你主要就搁有职业迄种职业灾害，就是这种恶性循环，一直循环啦吼。就是讲这个加班的问题，因敢若会使借着加班来赚搁较侪钱，啊中人的这钱才有度这个扣掉啦吼。所以这个若是讲劳动检查啦吼，真正真必要吧吼，教授。当然，但是劳动检查基本上当有法度对产业界，就是咱怎讲的，这中小企业界是差无的。不是中小，因为基本上咱中小企业界吼，咧请即个或者移工的比例其实是无悬。无悬吼。我拄啊意思并不是讲拢是中小企业界的即个移工，其实唔是吼。基本上因为咱的产业。或者移工是适用劳动基准法，是，所以基本上劳动检查现在其实拢无问题，吼。但是问题就出咧拄啊，咱医生讲的，因为伊的压力真大，伊想要加趁钱，所以呢，即摆咱大家拢知影，其实移工是不但愿意，是足想要加班的，吼。啊，加班咱的法律有一个上限，你嘛袂当超过，吼。啊，若无我就偷偷超过，啊，若无我就甲头家签另外一个契约，那足奇怪。就讲你是啊，是你的劳工，啊毋是啊，我毋是你的劳工，但是我替你做代志，签别种的契约，安尼伊就是要加趁钱吼。啊，咱讲一句较歹势，这个算袂歹，佫有契约表示伊佫有人替，伊佫有人趁，吼。其实基本上，咱即个外国辛苦的劳工来到咱台湾，其实应该是一个好的代志。伊也趁着钱改善伊大家甲家庭的生活，啊，咱台湾的社会嘛会当满足咱正当的需求。但为什么今仔日会变做安尼？是，吼，就表示讲，咱有真侪制度，譬如讲，毋是讲中人即种制度完全袂当稳准。吼，因若要做，譬如讲，咱即个移工进来台湾，伫咧工厂人数真多。帮忙头家做一部分的管理，这是 OK。但是这种管理，咱无迄个道理讲，管理是劳工来出钱。好，咱以本国劳工的角度来看，头家请人来管理大家，这正常的。但是管理的薪水当然咱来出。
无可能，无可能是但是咱煞透过制度的安排，是互管理的人大家去出这条钱，这才是唔对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就讲规个制度，其实劳动检查伊的程度有限是啦，吼。那而且伊检查会当即个罚钱，不管比例，吼，还是讲会当产生一寡较结构性的改变。咱莫讲外籍移工啦，连本国的劳工这方面嘛是共款吼，嘛共款黑暗啦，有影老实讲，所以讲台湾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是，因为咱台湾规个劳动市场。规个劳工的即寡保护拢无做好，是上个劣势的外籍移工当然更较捌。好，所以为什么讲咱保护替咱的移工做更较多，其实对本劳是好的，而且是一个结构的问题。那因为两边拢失去，吼，伊应该要有的分寸，才会变做今仔日安尼。是。咱先来看讲吼，咱这10几冬来啦吼，这个移工人数这个成长，这个到底这个趋势是安怎行的吼？咱看到这个趋势啦吼，这个部分是108年10月底吼，头拄我嘛有讲过，咱即阵的这个产业吼已经有71万外人啊吼，咱头拄讲到产业移工的部分是45万5037个人，啊，这个社福移工哦是26万1088个人吼，这个人数是直直欠悬的。啊，到底这个扩大移工的这个聘用是好也毋是好？咱都要好好来讨论。咱先请苏雄理事长。是毋是爱扩大？我感觉这是应该讲台湾社会有这需求无吼？因为外籍劳工，咱得引进外籍劳工的同时，咱当然因为爱考虑到本地劳工就业的问题嘛。所以应该是讲台湾啦，确实咱有需要这外籍劳工来，吼啊，当然无论讲，也莫讲是扩大不扩大，就是你若有需要，咱当然是欢迎因来，这是我感觉是一定的。啊，但是来了啊，我感觉台湾即马引进遮尔侪外籍劳工，你也看咱即马成长足紧的。我记2000年的时阵，阿扁执政的时阵，讲咱总量管制30万，是，你看即马才几冬，即马已经71万啦，1倍以上啊。所以，迄人数的成长是足紧的，啊，表示讲台湾社会真需要这劳动力。吼，啊，需要这劳动力，当然嘛有一种讲法是讲，台湾其实无一定真正欠遐侪工人，但是伊欠的是廉价的、俗的劳工。所以，足侪头家就因为伊就假讲我请无台湾工人，因为我来用22K，即摆是23K 嘛。你若真正要用23K请。台湾的囡仔去做工厂迄种粗单工，可能实在真少人要去嘛，迄是事实嘛。是。啊，迄毋是因讲咱台湾真正欠工，是因为头家要用俗的价数来请工嘿。啊，只好伊就安尼讲，假意讲台湾囡仔无爱做。吼，其实是你薪水开遐低，当然嘛无人要做。是。啊，伊只好就讲啊，咱来请外籍劳工。所以外籍劳工人数一直变化真侪，这是产业类的部分。但是即马台湾社会另外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咱所讲的这社福的移工，就是讲伊着做看护的迄种吼。这我感觉对台湾社会贡献实在是足大的。因为咱台湾即马长期照顾的人力劳动力，讲起来是真正足欠的。是。啊，台湾人要去做迄个看护的工课，吼，迄薪水足悬的，无一个家庭。真少家庭负担得起，所以就变做讲，若厝内有一个人需要长期照顾的时阵，咱一般家庭思考就讲，啊，无咱请一个外籍劳工来甲咱顾。啊，因为外籍劳工的薪水，即摆因是17000块而已哦，吼，所以对一般家庭来讲，17000可能是会当忍受的一个价数。吼啊，但是咱即马台湾的这个社福的外籍劳工20万人，我感觉这个人数一定会成长。因为台湾需要长期照顾的劳动力是真正很迫切吼，人数对，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外籍劳工社福的外籍劳工牵涉的不只是因的劳动条件精神如何而已，同时伊牵涉的是台湾长期照顾的制度到底是安怎？咱即摆政府嘛伫咧推动这长照2.0啊，或3.0，即摆就要推出来。长期照顾2.0，就讲政府提供长期照顾的服务。感觉我其实感觉，咱这台湾即摆遮尔依赖外籍劳工来照顾，咱这制度若无去思考要安怎转变，咱台湾政府即摆要杀出的长期照顾，我感觉是根本无可能会成功。是，因为
第一，外籍劳工足好用的，你知？24点钟待在厝的，佮甲你顾老人，佮甲你摒厝内，佮甲你煮饭。是。虽然迄拢违法，但是即摆拢大家拢用甲足顺的就对啦。讲起来，伊是足好用的。啊，你即摆政府提供的长期照顾服务，讲起来，中国人大家都发歹用啦。吼，啊，当然，阮是希望讲台湾政府的长期照顾制度会当长久的建立起来，迄是较好的。但是你只要啦，外籍劳工这个制度一直存在，政府的长期照顾，我感觉是无可能成功。我感觉咱政府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是，所以回归到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问题，咱若是讲咱的这个结构无好，所以引进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发生啦。是啊，一定要思考讲，咱若确实真正需要外籍劳工来甲咱照顾，照顾。咱即摆安怎甲外籍劳工的这个人力，伊这劳动力整合入来咱的长期照顾规个设计甲制度。但是咱即摆政府是两轨啊，伊两条线你走啊。一边讲啊，你着个别家庭去做，你个别的家庭去请外籍劳工，这个制度伊拢一直准哦，人数一直清悬。但是另外一条是讲，啊，咱政府来提供长照2.0。啊，其实咱看嘛，外籍劳工的这个人数一直清起来，政府提供的这个长照2.0，到底成效如何咧？成效如何？嘿，啊，你会当提供偌济？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咱继续要请教教授啦吼，就是我看这个你的这个简报内底，其实有反对到这个扩大这个移工这个聘雇啦吼，这个部分就是讲，因为嘛是反对到这个北下移工，啊，雇主这个请的人吼，应该提拨到基本的这个咱讲的6%这个劳退这个部分啦吼，啊，头拄这个诉向理事长嘛有讲到，这个咱规个这个结构的问题，长期的这个照护，若是无做好。这个需求是一直会欠悬的。是，当然咱伫产业甲社会福利这两个部分问题无啥共款。是，咱若看产业这部分，你会发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政府特别核定，咱的产业会使请偌济移工，咱请来的实际的人数，拢比加真多，加真多，表示咱加，无，就讲咱无需要遐侪人。是。政府呢，规个核定讲，咱台湾规年度会当请我一产业的或者移工，人数若有遮多，实际来拢比伊少真多，表示啥？表示咱的市场劳动力需求的调查有问题啦。咱无需要遐侪人，为什么数字会出来遐侪人？好无？咱1992年开始引进这个或者移工的时阵，咱的政策是补充，是，吼，毋是这个替代。就讲，咱是这种咱台湾社会无法度，也是讲无愿意。咱本地的劳工其实因为各种的原因无法度去做，但是咱有需求的，吼，咱这部分就需要咱外国朋友的斗相共。这是商业化咯，伊的逻辑是安尼。吼，所以第一，伫商业的部分，咱可能爱去问。咱实际的需求到底是偌济？数字所表现的是不是有问题？是，我想内行人拢知影问题真大了。咱去这个扩大一种假性的需求，明明无需要遐侪人，所以伊会产生一个替代的效果。伫个伊个营造业可能是真明显的一个例。是，啊，那社福这部分，包括家庭，包括咱人数减真侪这个机构，长期照顾的能力，就参像拄理事长讲的安尼，伊是甲规个咱国家社会长期照顾政策有关系。是，咱即卖政策某一个程度有一个内部逻辑上的混乱，伊一个矛盾伫。所以我想，可能咱来先讲个清楚，咱希望啥物款的政策。有影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移军啦吼，就是咱讲即个移工。咧逃走即个问题嘛是真济啦吼，就是讲即个有真做是即个治安上即个问题，嘛是讲即个是即个咱讲移工社会来到咱台湾吼所面对的即个问题啦吼，就是讲移工即个人权也好，还是讲去做人即个帮佣哈，还是讲看护也好，其实所对着即个请雇的人吼，其实拢是受到较无平等的即个剥削。你所听过即个例，还有啥物咧？我实在一个移工，伊是在地保。做过工课，地保嘿，但是伊又讲，伊是一个女性义工，啊，当伊的薪水拢互扣押在迄个女主人身躯顶，因为惊伊会逃跑。是。
所以虽然伊拢有逐个月拢互伊钱，但是伊是家己裤底也是无钱的，伊就甲伊的雇主请钱开当出去，而且佫有真侪问题是，伊若无介意即个工课，伊无法度自由改变因的。像我若无介意我的册店，我会当马上就离开啦吼。离开，但是伊讲伊是无即个权利，或是伊就爱甲中介讲，但是中介是无想要去花迄个心力，佮有迄个努力帮伊用，因为迄足侪人拢想要安尼，所以真侪人，所以我实在足侪义工可能就是因为即个问题，所以伊就直接选择逃跑。但是讲失联义工啊，因为就是即个制度性的问题，所以因才会当选择即个无法度选择的选择安尼。是。而且头拄仔讲的迄个在地包做工过迄个义工啊，就是因为伊是足侪看护工拢是女性，那真侪像我头拄仔讲的，就是会拄着性骚扰，佮有性侵的问题，啊无就是像伊无即个问题，但是伊的迄个女主人会怀疑讲，伊可能佮会甲伊的男主人可能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就是无安尼，但是就是女性伊讲伫家庭内底其实是足够危险的一个工课。有影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就是因即个环境啦吼，啊，佮有拄着即个请人即个。可能是查甫的这个雇主也好啊，就是查某的这个雇主，伊的这个烦恼，有当时会烦恼，佮有另外一种这个关系，这个产生啦吼。啊，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一个义工无法度转换这个请雇的这个人的这个自由啦吼。这敢伫这个法律头顶会使做一下松绑一个？这嘛是阮一直要求的一个问题，就是外籍劳工希望会当亲像咱台湾人共款讲，咱会当自由来换头路。当然讲。外籍劳工伊若，比如讲，这个诉求是讲，外籍劳工会当家己去找头家，的意思是讲，你这头家，因为咱种请外籍劳工嘛是爱政府特许啊。是。比如讲，你这头家，你若有请外籍劳工的资格的时阵，那这个劳工我就会当讲，我伫这个有限的这个这个雇主的这个市场内底，我家己会当找。是。但是即摆是袂使咧，伊即摆就讲你换头家。一定爱有一寡原因，你才会当去换，你袂当参像咱台湾人讲，我若无欢喜，我就要换就要换吼。即个问题我感觉是咱设计外籍劳工制度的时阵，政府的考虑点，我感觉是较为台湾的头家做考虑啦，伊较无想咧外籍劳工所谓伊的权利的问题。因安怎讲？因为外籍劳工这制度设计讲，互伊袂当自由换头家。伊是惊外籍劳工换来换去，第台湾讲伊歹管理嘛，你换来换去，毋知你走倒去。是。第二是讲，若安尼台湾一寡较辛苦的工课，较危险的工课，比如讲你顾病人，迄病人足歹顾的，你就请无人通顾。所以我感觉这制度的设计是台湾政府较为咱家己的国民的权利去设想。是。所以，但是安尼就，即个若是安尼食，就变成讲。伊伫个外籍劳工的人权、劳动权利保障即部分，都较欠缺。阮是感觉即个应该爱恢复一个较正常的劳雇关系，甲一般所有劳工共款，咱会当自由。因为阮讲，一个劳工若是无法度以家己的意愿来找头路，以家己的意愿来换头家，其实这就甲奴隶差不多嘛。所以我是感觉外籍劳工无应该甲伊特殊化，变做是讲，甲一个很非自由的劳动者，应该是互伊一个会当甲咱台湾人所有劳工共款的，会当自由来换头家。当然你会当讲你有啥物游戏规则，咱来遵守嘛。但是无应该剥削因一部分的权利。是，所以伫咧法头顶啦吼，咱要来去甲放互松这部分，咱请教教授。其实真侪国家过去拢有面临共款的问题，比如讲香港、新加坡，伊嘛有真侪，特别是伫咧例如家庭斗相共的，当然伊无像咱安尼讲爱规定，都爱出，这注意来讲，咱法律并无规定，这个譬如讲家庭的外籍移工爱住在厝的，咱法律无安尼规定，但是无一个人大家住在外口，这就表示咱的制度有啥问题香港、新加坡伫咧咱拄仔讲的这个问题，就讲。外籍移工，咱袂使自由转，即个转换头家，咱讲安尼啦其实基本上比台湾加真自由啦。虽然无
讲100%甲因本地劳工完全共，但是基本上甲咱台湾袂比，咱台湾甲人袂比的。是。所以其实咱国较免讲欧洲，欧洲就完全甲本国劳工完全共款的对待。吼，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个问题，台湾已经万人唔知偌久啊。是。吼，实在是无应该阁继续维持。那当然，咱法律上伫1990年到即嘛，并毋是拢无改变。确实有改变，确实有放松，有互劳工一寡机会，但是基本上迄个程度拢无够。吼，我常讲一句，即个公生笑的吼，其实是真悲伤的公生笑。是。咱台湾人毋是外籍劳工，毋是头家出大代志，就是爱劳工出大代志才换。头家出大代志就是讲，劳工出代志啦，吼。是。啊。劳工做代志讲，伊去用信心啊，要用台啊，才换。真正是这种实在是足不人道的一种做法啦。是。吼，咱当然，其实我的看法啦，吼，就是讲你要往好的方向去，定无法度一次到位。你会使一步一步来。你会使先甲一种咱无法度忍受的马上废除。你会该甲一寡头家讲的毋是完全无理由的，咱小考虑对劳工会当伤害上税的方式，先去改。是。咱的政府拢无好好想即寡问题。所以咱头拄仔嘛讲到啦吼，就是伫国际公约内底有讲，所有的这个移民劳工啊，因这个报酬还是讲劳动条件吼，应该甲这个本国人还是相指接，还是共款平等的吼。袂使讲咱使用这个产业移工，就真正是用使用安尼这个字来甲用啦吼，就是讲因本地嘛是人嘛吼，啊这个国际公约嘛是安尼规定，因人权上嘛是爱受到相应的这个保障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移工啦吼，就是咱头拄讲到遮尔济这个社会移工、产业移工啦吼，咱嘛讲到真济这个可能是家庭看护的、这个家庭帮佣的、这个机构看护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产业这个部分咱冇讲到，但是咱要问的就是讲吼，你拄则有讲到，有的时阵是选到这个好的头家，就是真请赢啦，有的是选无好的，都爱一世人可能伫台湾这段时间都爱食苦。做牛做马啦吼，你嘛有讲这个薪水的这个部分吼，有的人佫甚至比你较悬。嘿，有的人比我佫较悬，而且佫住豪宅啊。但是嘛是有足侪人就是拢领迄种2000块，一直领2000块安尼嘛有，就是爱看伊的命运。我就转来讲，这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就无迄个。强制迄个雇主会当做啥物，伊无法度，伊无一例一休，啊伊嘛夜间加班，伊嘛不适合，伊嘛无法度加急，所以因就是各种的剥削这样，对。真正真侪这个剥削啦，所以咱讲改变这个拿领这个移工这个问题，真正是时间表先塞出来。虽然咱头拄有讲到，伫咧2000多年的时阵，到咱这个直接聘雇这个联合服务中心啦吼，啊线顶这个服务讲有这个15万对。遮尔啊济，但是咱头拄仔嘛讲到，这个市场甲就业这个结构啦吼，数字真正是可能会共骗啦吼，所以咱最后要请3位来宾啦吼，讲甲政府做一下建议，啊讲中人做一下建议，啊尤其咱12月初8吼，这个礼拜4这个游行吼，嘛要甲移工的这心声讲出来。咱首先请咱苏雄理事长。我是感觉咱台湾政府爱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讲咱。既然台湾需要外籍劳工来台湾贡献伊的劳动力，咱台湾社会嘛真需要因。但是咱袂当干讲，我干那要爱你这劳动力，但是你来了，其他足多的配套吼，拢总无。啊，你也无的时阵，你就会使到这劳工伫咱台湾变做是真多权利拢互剥削。啊，我感觉这对咱台湾的形象是足歹的，因为这外籍劳工伊台湾来带了好，伊出去就是咱的国民外交的大使嘛。是。啊，你也无好，变做咱台湾伫世界上对，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形象实在是足无好的。所以我感觉我感觉建议政府一定要面对外籍劳工即马伫台湾受剥削这个事实，吼。第二，这中介这个问题一定要有决心、有魄力去甲伊处理。吼，那。若确实无处理，我感觉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安尼，因为一定是足久啊。但是政府一定要有决心。我感觉咱的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我感觉有时还是足鸵鸟的。唔通揪起来揪起来，啊，无就是讲，因为后壁可能中人后壁有牵涉真多各种的利益、各种的政治势力，后壁有政治人物伫撑腰伫塔，所以伊唔敢真正去处理。但是我感觉咱若行济，咱的政府咱要期待伊啥物咧？是，咱请教授。
1970年代吼，奥地利有一个最著名的作家吼，看到欧洲迄阵真侪吼一个移工去欧洲吼，伊讲一句真趣味的话，伊讲吼，我希望来的是劳动力，结果来的是人啊，因当然是人是吼。其实真侪外籍移工伫台湾的一寡处境，其实是台湾劳工本身另外一种处境的反应啦。有影，吼，你若无真正，所以呢，我感觉我无想要甲政府呼吁啥物，因为政府拢知影应该做啥物，所以问题是决心啦。决心吼，真侪国家处理外籍移工拢有几60年的经验，嘛捌亲像咱台湾经过即款的阶段，虽然无人像咱台湾安尼有遮尔啊。伫咧制度上吼，完全爱即个挖苦即个中人，其实真少国家有安尼的经验。废除即个中人制度时间表先甲放出来啊！吼，所以我就感觉讲，伫制度上要参考人的做法，这拢有答案，所以欠缺的是决心。